大家好，我係 Natasha。今日我哋要傾下關於一位來自健身界嘅勁人，他最近喺社交平台上面好受注目，就係來自墨西哥嘅心理學家兼健身模特兒 M Cavazos。靠住多年嘅努力、堅持同埋對訓練嘅熱情，佢成功塑造咗令人羨慕嘅體態。M 唔止係 Instagram 上面嘅紅人，依家佢已經有超過366000名粉絲跟住佢，仲成為咗全球追求生活轉變人士嘅榜樣。佢經常分享一啲激勵人心嘅影片同埋日常訓練片段，記錄住每一步進展，由各種訓練動作到每日取得嘅小成就，全部都毫無保留咁同大家分享。佢嘅故事開始喺超過10年前，當時佢下定決心要徹底改變自己，專注做重訓。睇返佢嘅轉變過程，就知道只要有決心同專注，就一定會有成果。除咗外在嘅變化之外，M 最令人佩服嘅就係佢一直都好努力去鼓勵其他人。佢經常提醒大家，如果想達到目標，就要停止將自己同其他人比較，專注於點樣令自己比昨日更加進步。望一望以前嘅自己，問下今日我做緊啲乜嘢去令自己變得更好呢？呢句就係佢經常同粉絲分享嘅信念。如果你都想了解多啲呢位來自墨西哥嘅勁人，可以去 Instagram 揾 M Cavazos。喺嗰度你會揾到好多正能量同埋對你健身路上有幫助嘅小貼士。你又點睇呢個勵志故事呢？我自己就覺得真係好鼓舞人心啊！記住留個言話俾我哋知你嘅睇法，順便俾個讚呢段影片啦。仲有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你就唔會錯過下一次嘅精彩分享啦。下次見。